喂，怎么这么早给我打电话？想我啦？早吗？正常人这个点儿已经去公司打卡了，好吧？给你。人了。你家？别了吧？为什么？这样你就可以不用每天等我，还可以一起上下班，多好。不行，季家有家规，婚前不能同居。可是我们已